下來繼續來看立法院審議着無人機的條例，條約繼續來攻防。就在這個時陣，印太安全研究所的主席史瑞福率團訪問台灣。伊講台灣確實是需要找到方法來部署着無人機相關的能力。真拄好，總統府今仔日嘛宣布要來舉辦着總統杯無人機的競賽。無人機通過障礙，還佫精準的導航5道關卡，攏無簡單。這是總統府舉辦的總統杯無人機競賽，希望透過比賽加強三級的投入，嘛打造飛航的供應鏈，同時嘛趁這個機會，讓立法院的條約知影，能夠真正帶動未來台灣另一個無人載具的護國神山的產業鏈呢，正在形成，在向荒漠中需要這一筆干預，高抬貴手能夠趕快盡速。讓這個預算通過。總統府秘書長潘明安以甘霖春雨來形容無人機的預算。實際上，國會昨審查無人機條例條約，立委經過8點鐘的討論，將13個版本保留送到院會協商。在此同時，印太安全研究所的主席史瑞福嘛帶團訪問台灣。伊接受北門媒體專訪，強調美方未干涉台灣等任何盟友的內部政治議題，也無徛佇希望台灣有強大核阻力。了解戰爭本質演變的美國人的角度，加上烏克蘭戰爭的經驗，台灣確實需要找到方法部署無人機的能力。史瑞福嘛講到，無人機的載具系統在未來經濟甲軍事的領域中，攏有重要地位，這需要訓練才有成果。我們讓國人看到我們對於國防的提升的決心，我們對於無人機產業的重視，我們提出自己的版本，所以不需要抹紅抹黑我們。什麼人真正支持無人機的產業條約，攏真堅持。後續的條例甲預算，攏愛閣超。